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12，以赛亞書51章4節安尼講：我的子民啊，注意聽我講；我的國民啊，就壓耳孔聽我。我要將律法賜予萬國，我的公義要做萬民的光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願注意聽你的律法，也要做阮的光的天父。願感謝你，主啊，你是至權、至尊、至聖的全能上帝，你是至真、至善、至疼的慈愛天父。主啊，你的話真實無虛假，你的律法是阮腳前的燈，是阮路上的光。主啊，阮較無明白你的話，也行佇你的旨意中間，一生予你來引帶。主啊，今仔尊嘆你的話，行佇你的旨意甲道路的，你就要賜權柄，成做你的子民甲兒女。主啊，阮是你的子民，阮要注意來聽；阮是你的國民，阮要壓耳孔來聽。主啊，你要將律法賜予萬國，你的公義要做萬民的光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